得本来交往就是都是以结婚情侣为交往。原以为你寻得好归宿，无奈还是孤单一人。根据《今周刊》报道，徐伟宁的好朋友透露，他离婚。大家好，我是幼年导演。36岁的徐伟宁，2017年认爱导演男友刘幼年，当时热恋中的两人不时在社群媒体上放闪，也被媒体捕捉到不少恩爱画面。徐伟宁，你是狮子座，你男朋友不你老公，不你老公。之后，他俩被周刊爆出以秘密结婚，但对外徐伟宁总是低调再低调，绝口不提人妻身份，仅有少数朋友知了。据周刊报道，两人在交往之初虽然黏 TT， 但时常因工作分隔台湾、大陆两地。成为夫妻后，生活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。近期他出席电影宣传，不免被关心感情状态。戏中就是会为爱下手，那希望就是等我们有那个破几千万的时候，我们就大家一起煮粉蒸肉给大家吃。瞧，这话说的保守，原以为他只是不想因感情话题模糊宣传焦点，但其实不久前徐伟宁曾说自己现阶段是没有对象、没有感情状态。周刊也说了，在疫情之下，他和刘幼年聚少离多，1个月仅能见到1次面。渐渐的，彼此的相处模式跟观念产生了差异，沟通上也变得困难。虽然双方努力想解决问题，但最终还是失败收场。2年多的婚姻因而画下句点，退回朋友关系。我理解这些受伤的感觉。这秘密结婚又秘密离婚的伟宁，回档后也搬离和刘幼年同住的5000万豪宅，选择回万华老家和妈妈住一块。伟宁的外公外婆也说，家里不怕多付碗筷，再怎么辛苦回到家都可以让你吃饱睡好。对于婚变仪式，询问徐伟宁经纪人，他仅表示谢谢大家关心，伟宁一向都是专注在工作，私人的感情问题就不多回应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香之花专员吴浩杰。小姐，我看你过得改啊吼，你干哪不有？我看我们坐飞机。你喜欢我对不对？相换是要相换。你跟我出来，一次1格涂满免还。你知道握住方向盘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一种可以掌控自己人生的那种感觉。我看我们坐飞机，是要相换，就派，就派。句台语感谢，真正是感谢。你感觉我的身材倒一个？你的什么？身材、身体、手线。你的手线哦。你这个死人，死人。你听无啊？你听有无？听无是人暗讲，才会听无哈。黑的字，我要讲故事，要讲故事，黑的字哦。结婚，我跟你结婚。我跟你是翁阿宝，我跟你是夫妻。我住过几天后，我等来，你爱我更多。不能播了！恁囝还未满18岁，卖我白看。捏字，两个字。捏几能啥洗？能几？你跳歌，你捐开你的水，你唱歌下一模啦。后背人放西丁，后背人放西。